这个是。是迷宫之主，他启动了迷宫的自毁程序。自毁程序？罗德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迷宫星正在哀鸣，大概再过半个小时，它就会自我毁灭了。什么？半个小时？不就是丹尼尔定下的任务实现吗？可是那种怪物怎么可能打得倒啊？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吗？别的办法啊，也有哦。真的吗，阿丽姐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就是啊，可恶！你在干什么？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不过我可不允许你们随便退场哦。让开！没错，就是要这样，这样才有趣嘛！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呢！矢量疾走！好玩？哪里好玩啊？金，快离开那个家伙！等等，凯莉，你别冲动啊！你还护着他，他刚刚明明想害你啊！哎呀，不会的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阿丽姐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这样做的，是吧？阻止危机、拯救大家的方法就在下面。下面？你是说我们必须去迷宫星的地心？哼，又是你那不靠谱的占卜吗？是罗德烈告诉我的。哎，罗德烈？不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不用说，只要这样看着，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安丽姐，你还有这么厉害的能力啊！迷失的人，你的灵魂深处充满了冰冷和黑暗。喂，天道科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是真的。要阻止迷宫之主，我们就必须去到迷宫星的核心才行。一个两个都是这样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？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凯莉小姐，你不也是吗？
这不是很好吗？既然有了确定的目标，我们就不用再犹豫了，直接冲过去把敌人打倒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你说的也是，先干掉那个搞事的迷宫之主，剩下的之后再说。那么目标地心，出发！做到了。什么？这就结束了？真扫兴。原来如此，是你把他们带过来的吗？叛徒！快住手吧！毁灭了迷宫星，你也逃脱不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守卫迷宫星，阻止参赛者，本来就是迷宫之主的使命。能够和迷宫星一起陨落，更是我的荣耀。别把我跟你这种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相提并论！矢量剑盾！在这里和迷宫星一起毁灭吗？只有这样，才能洗刷你在上届大赛中失败的耻辱。前任迷宫之主罗德烈。前任迷宫之主罗德烈，你不是上一届的参赛者吗？原来你们连他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吗？罗德烈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……对不起，姐，我其实是……就是在上届凹凸大赛中负责镇守迷宫星的前任迷宫之主罗德烈，但是因为他贪生怕死，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和天职，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副凄惨的样子。不，我不是贪生怕死，我只是想弄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。为什么我们生来就注定要死守着这个死气沉沉的迷宫星？为什么一定要和参赛者们对抗？
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，去拥有自己的愿望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？我们明明也……住口！罗德烈，过了这么久，你竟然还是执迷不悟。我们是创世神的造物，创世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才是唯一的、绝对的。整个凹凸世界都是如此。你不但失败了，竟然还想变成一个参赛者，开什么玩笑！这些不安于现状的参赛者，就是这个世界的错误和动乱的根源。凹凸大赛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叛逆分子聚集到一起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强者。姐，振作点！什么希望？什么梦想？别让我发笑了！当初那个用这些花言巧语骗你的参赛者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秋，是吗？到最后，还不是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上届大赛里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秋，我的姐姐，她怎么了？你的姐姐？说起来，你也是登革鲁星人，难怪看起来有点眼熟。你问他怎么了？当然是被淘汰了呀！很快，你也会像他一样。你胡说！我姐姐是不会被淘汰的。这个凹凸大赛里，背叛出局不是跟家常便饭一样简单吗？这种小伎俩。沈亮，你的姐姐就是个满嘴大话又不自量力的白痴，你也一样。看来笨蛋也是会遗传的嘛。凹凸大赛真是最适合埋葬你们这种不合格产品的地方了。不准你侮辱我的姐姐！这家伙，怎么了？没有其他好玩的招数了吗？那么接下来又轮到我了，嘿嘿。这股气息，你太心急了，现在这个身体还不足以完全承受你的力量。在这下面，好像有我一直在找的。哦，银爵，跟这个怪物到底什么关系？
们留在这里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姐姐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呀？有人来了，快藏起来！塔罗斯，我们也跟着下去吧。不，我们还是早点凑齐分数，离开这里吧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要去打架呀！你没发现吗？这个星球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所以，我们还是尽早寻找有合适分数的猎物吧。冷静点，剑。你姐姐秋，她并没有出局。上届凹凸大赛有无数强大的参赛者，但秋是其中最强大、最耀眼的那个人。当初就是他打败了我，带领所有参赛者一起闯过了迷宫星。也是他让我对参赛者产生憧憬，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。这样的秋是绝对不会轻易就出局的。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姐姐吗？你说的没错，罗德烈，我的姐姐啊，她可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的人。就算是凹凸大赛，也不能阻止她。愚蠢的信心，在凹凸大赛中，你们要面对的是何等强大而可怕的存在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，你才是什么也不懂。像你这样肆意贬低、践踏别人梦想和希望的家伙，我们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梦想、希望，又是这些荒谬的东西。它们到底有多么脆弱？就让我亲手来碾碎给你看吧！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什么？哎！竟然在模仿迷宫之主的动作和招数，好可怕的学习能力！真是看不透他呢。不得不说，你又一次让我感到意外了，参赛者。反抗也没用，这改变不了你们注定灭亡的命运。司藤，司藤，你怎么了？司藤，啊！你确定他就在这里吗？金，不要过去！可瑞，银爵，把那小子交出来！事到如今，他必须退赛。不行，你不可以伤害司藤，是吧？可瑞，阿米修，啊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姐。为了解救大多数人，我们也只能……你们。喂，在内讧前，先搞定那边的迷宫之主吧。只要消灭掉他，迷宫星就不会被毁灭了，不是吗？
只有打败迷宫之主，才能真的拯救大家。哼，这次看你可没招了吧？那再加上这个呢？不！啊！参赛者，你们这是咎由自取！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。惩罚时间到，感受迷宫星的愤怒吧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真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啊，罗德烈！姐，你还能相信我吗？想要所有人一起离开迷宫星，就必须像3年前你姐姐做的那样，征服迷宫之主。只有迷宫之主能为所有参赛者提供分数牌，把大家都送出迷宫星。真的吗？可是迷宫之主那么憎恨参赛者，我们怎么可能说服他啊？不，我会让他改变主意的。走来，多谢你了，姐。什么？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啊！罗德烈！你想要从内部夺走那4块部件的控制权吗？太天真了！现在所有的部件已经完全和我融为了一体，而你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渣子。罗德利，你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不，你错了。什么？残缺不全的不只是我，你也一样。你已经忘记了吗？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。迷宫之主，
不，罗德烈！你说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是？上届大赛中，迷宫之主被参赛者丘打败之后，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分歧，对参赛者的憎恨和憧憬，对使命的坚持和怀疑，对创世神的服从和对梦想希望的渴求。这些无法调和的思想矛盾，让我们发生了彻底的分裂，结果就诞生了我和你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彻底否定了过去的自己，而你彻底否定了我。我们都在恐惧和厌恶着彼此，但是我们都无法无视对方的存在，因为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完整的罗德烈。住口！我绝对不承认你，罗德烈！我要把你彻底毁掉！你无法毁灭我的，因为我就是你自己。现在，接受这最后的部件吧，让我们重新变成真正的罗德烈。不！你是罗德烈吗？我是罗德烈，也是真正的迷宫之主。剑，你帮我找回了自我，现在我将送给你回报。做出选择吧，剑。啊！现在这里有足够的分数牌，你可以只拿自己需要的分数，独自闯过这关，也可以选择其中的几张，将它分给你的队友。还是说，当然是把分数牌分给所有参赛者，和大家一起通关。不愧是姐弟，你的选择和你姐姐一样，连半点犹豫都没有。是吗？那么，就遵守我们的约定，让所有人都能离开吧。虽然除了在场的几个人，大概没有人会知道，是你救了他们。那么，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，剑。啊，罗德烈，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之前和你的姐姐秋相遇之后，我就一直向往着离开迷宫星，做个追寻自由的参赛者。为此不惜抛弃了迷宫之主的身份，结果使自己分裂成了两个意识、记忆都残缺不全的个体，产生了那个充满偏执和疯狂的怪物。现在，我重新接纳了过去的自我，虽然消除了对参赛者的那份怨念，但也不得不再次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了。剑，我毕竟和你们不同，迷宫星才是我的归宿。可是，罗德烈，这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吗？3年前，我遇到了你的姐姐秋。3年后，我又遇到了你，剑。很抱歉，一开始骗了你，但是能像个真正的参赛者一样，
一路和你一起走到了最后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谢谢剑，再见了。好，罗德利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姐姐的。怎么会是这种结果？扫兴了，这算开挂了吧？各位，请稍安勿躁。哦，看来余兴节目大家不太满意。哼，留下的太多了，这是什么无聊的隐藏规则？这个迷宫之主也太水了吧！能从这轮比赛中留下来的参赛者，确实比我预估的要多了一些。不过，这也不算件坏事。至少这让我们在下一轮比赛有了更丰富的操作性。这是？是的，下一轮的比赛一定会让各位满意的。不用着急。作为我们新的一员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因果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，距离它的完全降临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到那时，凹凸大赛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吗？到底谁会是螳螂，谁又会是黄雀？你这次表现还算不错，至少没再自作主张干出什么蠢事。下一轮比赛继续等候我的指令。记住，我不会再容忍你出任何的错误，否则你知道的。谢。